我 Robert 啦，咁上一條片咧，我哋講過古洞嘅Park Silicon 啦、規劃啦，咁其實現成咧，我哋可以用翻附近嘅一啲屋苑咧去比較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呢個屯門區，有個叫做 V City 嘅，咁啊新鴻基發展已經起好晒嘅，亦都係隔離就係西鐵站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咁嚟到 V City 啦，其實你見咧已經落成咗，其實都10年啦。咁所有餐廳啊、商場啊都通晒、用晒嘅。咁啊，其實而家樓上尺價啦，其實都去到18,000至到19,000蚊尺度。咁佢嘅優點就係可能其實可以 compare with 即係 Park Silicon 嚟緊係點樣啦？因為其實講緊Park Silicon 啦，嚟緊去地鐵站行路嘅路程咧，都係大概2分鐘到。咁咧 V City 都係啦，其實屋苑由平台落到去西鐵站啦。咁咧其實遲啲古洞嗰條線咧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一邊就行翻東鐵線，一邊行翻西鐵線。咁其實都會經過呢個站嘅。咁所以而家咧，其實 V City 落翻嚟呢個站出九龍咧都好快嘅。咁我嚟到第2站啦，嚟到一個咧叫做屯門裕海灣嘅樓盤啦。咁頭先 V City 啦，其實就已經有商場啦，有地鐵啦，咁啊成一型嘅區嚟嘅。咁而裕海灣呢度咧，其實佢有啲似就係嚟緊2030年會通車嘅，有個叫屯門嘅泳池站啦，會有啲似古洞，因為古洞咧其實下年就通車啦，呢個會比佢更加耐嘅，會係講緊4年到之後通車。咁其實佢而家2座式啦，亦都係新鴻基發展嘅。其實而家二手價成交都已經係做緊大概15,000蚊、16,000蚊到呢個咁嘅二手尺價啦。咁受惠於機場嗰啲租務，會令到佢樓價有個 support 喺度啦。咁但係佢就會 compare 古洞咧，佢就冇一啲嘅基建啊、政府大樓啊、寫字樓啊、大學啊，冇嗰啲嘢。咁啊，呢個都係如果你對古洞有興趣，亦都可以去 compare 下呢個裕海灣嘅尺價，去做一啲選擇。我係嚟到一個錦上路嘅盤啦，就唔近地鐵站嘅。咁佢叫千裕，亦都係之前好多人去瘋搶㗎啦。又可以對比翻啦，即係你對比翻古洞站，究竟呢個唔近地鐵站係幾錢咧？咁其實佢成交價咧都係14,500蚊到嘅。嚟到最後一站啦，做一個古洞北發展嘅比較啦。咁呢個就錦上路站，其實就同遲啲古洞站咧爭1-2個站嘅。咁啊，呢度亦發展好啦。咁究竟錦上路站頂咗幾錢咧？咁柏龍成交咧，其實都去到18,000蚊。17,000、18,000到啦，有啲其實成咗19,000蚊。咁所以大家可能會諗嗰陣時有咩資料 information 去比較古洞嗰啲盤咧，咁亦都可以拎錦上路站去比較啦。其實今日大家睇咗咁多盤啦，比較完啦，咁其實大家睇中呢啲盤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揾我過嚟睇，因為都有2手啦、1手貨尾啦。我覺得古洞北呢個項目啊，你覺得貴又好、平又好啦，咁但係我都覺得係需要知啦，因為始終係嚟緊可能10幾年裏面香港嘅大 project， 有啲似類似之前啟德啊咁樣。你無論揸住件貨又好啦，你冇揸住件貨想買件貨都好啦，咁你都可能要睇住佢究竟做緊咩價錢去買樓啊，或者收租放租啊，咁都可以做參考咯。咁所以古洞嘅 project 有邊個盤想睇啊？或者頭先睇過嘅新界北區、新界西區嘅盤想睇咧，都係隨時打俾我 Robert 97108735，拜拜。